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居明吳語。我係李居明，好多人問我大師關之琳生得咁靚，點解晚年會孤零零一個人㗎？我話你知，你唔好淨係睇佢對桃花眼，你睇真啲佢個地角6億銀，夠買起全香港最靚嗰陣維港夜景，但係買唔返一個可以同你傾偈嘅人。今日我哋唔係講死文，係要拆開呢張寫喺佢塊面上面嘅欠單。點解一個住喺地利根德國身家5億嘅女人，日日食早餐都要開到個電視機好大聲？因為佢心驚，呢種驚唔關有冇錢事，而係佢一路喺度避緊40年前自己親手種落嘅一份業力。1985年嗰個夏天都係呢對眼，嗰陣佢仲叫關家衛，啱啱18歲，老後憎人錢，父母離咗婚，佢改咗名叫關之琳，揸住靚呢把利刀，一夜衝入片場啊！19歲，美貌係佢征服世界嘅武器，61歲把刀撳晒，換嚟嘅係一個地角尖削、晚景孤零嘅命數。到底佢前半生搶咗人哋啲乜，要用後半世嚟找數？我哋由佢份月木攀附森林嘅命格講起，而家把刀咁晒。佢自己一個人坐喺價值1億5千萬嘅豪宅入面，對住窗外邊3間發藝銀行嘅霓虹燈錢，有樓有首飾有，但係成間屋靜過墳場。嗰對曾經令全香港男人瞓唔着嘅桃花眼，而家淨係望住2隻狗，老係叫關山，香港第一個國際影帝，阿媽叫張冰西，長城邵氏嘅冷美人。呢2個人企埋一齊係天造地設，但係天造地設呢4個字從來都唔包保白頭到老噶。關山生得靚仔，靚到啲女人自動黐埋嚟，佢又唔識得推，或者咁講，佢根本唔想推張。冰西初初就喊，後尾喊到唔喊，再後來佢諗咗條橋，生多個仔，生個仔應該留得住個男人啩。個仔出世嗰日，關山喺醫院望咗一眼，轉個頭又出去飲花酒。嗰陣關家衛先得6歲，佢企喺走廊望住阿媽抱住個 BB 喊到冇聲，望住阿爸個背影消失喺電梯門後面。佢唔明點解阿媽生多個細路都留唔住阿爸，點解阿爸寧願對住出面啲女人笑都唔肯返屋企望。嚇佢哋呢條問題，佢用咗成世人去揾答案。13歲嗰年，佢開始習慣喺黑媽媽嘅房入面掃天花板上面嗰啲裂痕，間屋靜過圖書館，但係呢種靜係假㗎，係暴風雨前夕嗰種壓到人透唔到氣嘅靜。佢瞓喺床上面，被鈕拉到下巴，2隻手揸住鼻角，揸到手指關節都白晒，心跳聲仲大過呼吸聲。然後開始啦，阿媽把聲先起，尖脆，好似一塊玻璃騰落地碎開。你又去邊度？你話我聽，你又去邊度？跟住就係嘢碎嘅聲，可能係個杯，可能係個花樽，可能係佢哋結婚周年影嗰張相個相框。老頭把聲低沉，平到冇乜感情。你唔好喺度發啲啦，我發啲，你出去同第2個女人瞓，翻嚟話我發啲。跟住就係門砰一聲關埋，成間屋都震一震。阿媽把聲變成嚎哭，由高轉低，由低轉到冇晒聲，靜翻落嚟。但係呢種靜仲恐怖過頭先嘅鬧，因為呢種靜代表阿媽已經喊到冇聲出。關家衛攞個枕頭冚住個頭，佢唔想聽，但係啲聲好似有腳咁，自己識得爬入耳窿。佢數自己嘅心跳，1下2下3下，數到100都瞓唔着。佢諗，如果佢再乖啲，再靚啲，再叻啲，阿爸會唔會肯留低佢諗？如果自己係個仔，阿爸會唔會肯望多佢2眼？佢諗，點解阿媽要喊？點解阿媽喊完之後，第2日又可以扮冇事發生？煮早餐麵啦，佢返學笑住同格列師奶打招呼。佢唔明，佢好驚，佢驚呢個屋企隨時會冧驚。阿媽有一日會走驚，阿爸有一日唔再返嚟。佢將呢啲驚全部收埋喺心入面，收埋到連自己都以為冇咗。但係深夜一聽到佢哋把聲，所有嘢就湧翻晒出嚟，好似一條塞住咗嘅渠突然之間爆開。嗰陣佢已經知道呢個世界冇嘢係靠得住噶，阿媽靠唔住，阿爸靠唔住，間屋靠唔住，唯一靠得住嘅就係佢自己，就係佢呢塊面，就係呢副將來會令全香港男人神魂含倒嘅皮囊。18歲父母整離婚，阿媽帶住細佬走咗，老後帶住第2個女人走咗，剩低佢一個人喺香港。佢將個名由關家衛改成關之琳，家衛屋企嘅智慧。呢個名太天真之琳，美玉嘅光芒。呢個名啱晒靚，就係佢唯一嘅武器，靚就係佢唯一嘅資產。佢對眼生得唔簡單噶，大圓黑白分明，水汪汪好似含住一泡淚，眼尾微微向上，嬌嬌出一個勾，唔係勾你個魂，係勾你條命。內眼角尖尖地帶刺，望人嘅時候好似有把絲喺你心口輕輕撩一下，眉毛都係向上挑嘅，挑出一個近乎刁蠻嘅弧度。
呢種眼相書叫做桃花眼，但係佢對眼唔止係桃花，佢係神路。咩叫神路？就係你望住佢對眼，你覺得佢望穿咗你，你覺得佢知道你所有秘密，你覺得佢對你有意思，其實佢根本冇放你入眼。佢對眼生得太靚，靚到無論佢望邊個，邊個都覺得自己係特別嘅。呢種神路嘢嚟嘅，唔係桃花，係是非，係劫數，係一個又一個以為可以征服佢，最後反而俾佢征服嘅男人。佢對眼出賣咗佢，出賣咗佢內心嗰種永遠餵唔飽嘅空虛。童年嗰啲晚黑聽父母鬧交嘅恐懼，全部化咗做呢對眼入面嘅光。佢望住你，你覺得佢想要你，其實佢想要嘅係你俾唔到嘅嘢。佢想要安全感，想要一個唔會走嘅人，想要一個同老口完全相反嘅男人。但係對眼太靚，靚到所有男人淨係想得到佢，冇人諗過要留住佢鼻高挺直，鼻頭帶少少刀絲。呢個鼻喺面相學叫做鼻強嘅女人，自尊心強，事業心強，控制欲強。但係鼻強配喺一個女人塊面上面就出事啦，因為傳統嘅婚姻格局叫做男強女弱，你鼻強就代表你唔會甘心做弱者，唔會甘心俾男人話事，唔會甘心好似阿媽咁喊到聲都冇埋都留唔住一個男人。鼻強夫弱呢4個字就係關之琳一生感情嘅咒語。佢揀嘅男人個個都係富豪，個個都強，黃國晶、馬清偉、劉郎雄、陳太美，但係佢自己個鼻仲強過佢哋。佢要嘅唔止係錢，佢要嘅係征服，佢要證明俾自己睇，佢可以攞到阿媽攞唔到嘅嘢。阿媽留唔住老口，但係佢可以留住任何一個男人，只要佢想。但係呢個鼻同時出賣咗佢。鼻強嘅人唔識得低頭，唔識得忍，唔識得扮傻，一覺得委屈佢就走第一段婚姻9個月，第二段婚姻2年走得快過龍自封。佢變成咗一個感情上嘅掠奪者，唔係因為氹心，係因為驚自己會好似阿媽咁企喺原地等人返嚟，等到老等到死都等唔到，所以佢選擇做主動找嗰個，選擇做掠奪嗰個，選擇喺男人拋棄佢之前先拋棄個男人。掠奪者永遠唔會俾人拋棄，但係掠奪者亦永遠留唔到任何嘢喺手。60歲獨居無兒無女，間屋大過足球場，靜過教堂。佢對住窗外面嘅維港夜景，對住3間發賴銀行嘅霓虹燈，對住2隻趴喺腳邊嘅狗，嗰對桃花眼仲係咁靚，個鼻仲係咁挺，但係成間屋冇一個人同佢講你返嚟啦，6個億買唔到一句你返嚟啦。你睇真啲關之琳呢塊面，佢唔止係桃花眼高鼻梁咁簡單，佢個額頭寬闊但大吻，30歲前已經有3條抬頭紋，雙書叫做早發早衰紋，眉骨高凸，主權力日強，言骨有肉包住，但係摸落去係硬嘅，呢種叫胭脂眼。女人有呢種銀戒一次衰一次，下巴尖削冇肉，晚年又孤獨之傷，最致命係對耳，耳薄過子，耳珠細過米粒。呢個叫無珠耳主一生冇子嗣，但係呢啲都只係結果原因呢。原因要由37年前嗰場閃婚講起。易經第43卦叫革者缺也，五陽在下，一陰在上，5個陽爻代表5個男人嘅力量，一個陰爻代表一個柔軟嘅決定。卦辭曰：陽於皇庭，符號有例，企喺皇庭上面大聲宣告，但係有危險。呢個卦完完整整套落關之琳19歲嗰年，1981年。佢啱啱拍完《再見江湖》，紅到發紫，電視台爭住要佢，電影公司爭住要佢，廣告商爭住要佢。佢個人忙到一日瞓得3個鐘，但係佢唔覺得攰。點解？因為佢終於唔使再聽父母鬧交聲，佢終於有自己嘅錢、自己嘅名、自己嘅世界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黃國晶出現咗。呢個男人大佢16歲，做金融，有錢有面有風範有老婆，但係佢對關之琳講：你係我見過最靚嘅女人。關之琳聽過千萬次呢句說話，但係黃國晶講嘅時候，佢覺得特別真。點解特別真？因為黃國晶望住佢對桃花眼，冇好似其他男人咁淨係想吞咗佢。佢望住佢，好似望住一個需要被保護嘅細路女。關之琳心入面有樣嘢咔一聲鬆咗。佢記得阿媽講過，老考追阿媽嗰陣都係咁，深情款款，海誓山盟，日日送花。但係老考後來變成點？老考後來變咗一個晚晚唔歸家嘅男人。關之琳知，佢乜都知，但係知還知，做還做。有個人對佢好，佢就想揸實，揸實就唔使驚，唔使驚就唔使再喺半夜聽父母鬧交。佢應承咗黃國晶嘅求婚，消息見報嗰日，關山揾到上門。
關之琳30年後回憶嗰日，仲記得老侯着住件灰色恤衫，個頭髮白咗一半，企喺佢間新買嘅公寓門口冇敲門，佢開門見到老侯企喺度，個嘴開咗2次，講唔出話，然後關山。香港第一個國際影帝，曾經喺鏡頭面前演過無數英雄豪傑嘅男人，佢跪低咗，女啊，關山把聲沙過沙子，你唔好嫁俾佢。關之琳企喺門口望住跪喺地面嘅老侯，佢細個嗰陣，曾經好想呢個男人跪喺阿媽面前認錯，但係佢從來冇跪過，佢寧願阿媽喊到星沙都冇跪過。而家佢跪喺自己面前，為咗乜？為咗叫自己唔好嫁，佢玩女人噶。關山抬高頭，對眼紅過兔仔，佢會害死你噶。關之琳望住老喺對眼，呢對眼曾經係阿媽嘅天堂，後來變咗阿媽嘅地獄。佢對眼入面嘅焦急係真嘅，但係關之琳心入面有把聲講：你有乜資格話人？你玩女人玩到屋企都散晒，你有乜資格阻止我？佢冇講出口，佢淨係退後一步，關埋道門。門款夾住關山最後一句說話：女，你聽我講，你千祈唔好報，你阿媽後塵門關實咗。關之琳背靠住門，個人慢慢跣落地。佢冇喊，佢由細到大都學識一樣嘢，喊係冇用噶。阿媽喊咗咁多年，喊到眼處星沙，老嚟都係走咗。佢唔喊，佢要嫁，佢要離開呢個家。離開老口，離開阿媽，離開細佬，離開所有同關家衛有關嘅嘢。呱呱，5陽缺1陰，5個男人嘅力量，老口嘅反對黃國貞嘅追求，傳媒嘅追捧，金錢嘅誘惑，自由嘅渴望，全部壓喺一個19歲少女嘅決定上面。佢選擇咗決絕、決裂、決斷。呢個決斷令佢由關家衛變成關之琳，由屋企嘅逃兵變成香港最靚嘅新娘。但係關卦嘅卦辭仲有一句不利即用。意思即係用武力解決問題，最終都係不利。9個月之後，黃國貞出軌，關之琳離婚，捉到快過佢當年答應求婚。但係呢場婚姻留低嘅嘢唔係一個前夫，而係一個模式，一個掠奪與被掠奪嘅模式。佢由受害者變成加害者，由逃離茲喬爾嘅陰影變成追逐茲喬爾嘅影子。佢揀嘅所有男人都同關山有同一個特徵。有錢有面有老婆，唔會為任何一個女人停留。佢要嘅就係呢種人，因為只有征服呢種人，佢先可以證明俾自己睇阿媽做唔到嘅嘢。佢做到1985年，關之琳23歲，佢嘅事業如日中天，美貌鳳麗到界手。呢一年佢遇上馬清偉。馬清偉係乜人？大生地產太子爺，有錢過黃國貞10倍，有老婆陳美琪，TVB 花旦演過新白娘子傳奇嘅小青，係一個有才有貌有家底嘅女人。佢哋結婚7年，陳美琪陀緊第2胎關之琳，唔理咁多佢要嘅嘢，佢就攞老口。當年都係咁，想要邊個女人就邊個女人，理得屋企有冇人等佢。佢同馬清偉嘅聲聞見報，一張相接一張相，一個標題接一個標題。關之琳馬清偉密會，關之琳夜訪馬澤，馬太疑似崩啟報紙雜誌賣到斷市，成個香港都追住睇呢場三角戲。陳美琪嗰陣陀住6個月嘅肚，佢由電視上面見到自己個老公同第2個女人嘅相，佢個人震到電話架都揸唔實。佢打俾馬清偉，馬清偉冇聽，佢打俾關之琳，關之琳聽咗電話入面。關之琳把聲甜過蜜糖，但啲字讀過砒霜。你大住個肚都留唔住個男人，你唔覺得自己好可能咩？陳美琪收咗線，嗰晚佢見紅送入醫院，醫生話個胎已經死咗，要即刻做手術。6個月嘅 BB 出唔到呢個世界。陳美琪瞓喺醫院張床上面，望住天花板，喊到眼淚都乾晒。佢身邊冇人，馬清偉唔知去咗邊。佢阿媽趕過嚟，見到個女塊面抹過張床單，當堂企都企唔穩。而同一日，關之琳做咗一件事，佢親筆寫咗一封公開信，登喺明報頭條封信入面話：我冇我勾引馬清偉，是陳美琪自己管住老公。信尾署名關之琳，全香港嘩然，有人撐佢。話佢夠膽，有人插佢，話佢冇人性。但係無論撐定插關之琳都係贏家，因為全香港都喺度討論佢個名，見報率仲高過港督。陳美琪出院之後做咗一件事，佢正式同馬清偉離婚，然後佢搬走咗再，然後佢遇到一個真正愛佢嘅男人，再婚領養咗2個細路，過住平淡而溫暖嘅日子。佢後來信咗佛，有記者問起當年件事，佢淨係講咗一句：種咩因得咩果。呢句說話字已經坤卦，但係坤卦原文係8個字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後面仲有8個字，陳美琪冇講出嚟，但係關之琳應該聽到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
你睇真啲，關之琳個鼻高挺直，但係鼻翼兩隻有兩條細細嘅紋，相書叫做近針紋主刑卡。鼻頭嘅準頭位置微微向左，拐左住阿男右主女，鼻頭拐向左，代表佢同男人之間嘅業力九重會反噬翻自己身上。再睇佢個下巴尖削冇肉，下巴喺面上叫做地角主晚年同紫色，地角尖削冇肉，代表晚年孤獨，紫色錦蘭，耳仔薄過紫。耳珠冇肉無珠耳嘅女人漸氣不足，難以成人。關之琳呢一生冇生過細路，你話係巧合，你話係醫學問題，你話係佢自己選擇唔生，我話你知雙書講嘅嘢唔係迷信，係千年以嚟無數人用血淚驗證出嚟嘅規律。一個喺陳美琪陀住6個月胎嘅時候打電話去羞辱人嘅女人，佢自己點可能會有紫色？天地之間有一股氣，呢股氣叫做公道，你攞走人哋嘅嘢，阿天就會攞走你最想要嘅嘢。關之琳最想要乜？童年嗰陣，佢最想要一個完整嘅屋企；成年之後，佢最想要一個唔會走嘅人；晚年，佢最想要一個自己嘅細路，一個可以令佢唔使再對住四面空牆嘅生命。但係佢冇，佢永遠都唔會有。二攬我7年之後，關之琳開始信佛，有狗仔隊影到佢喺佛堂合十上香跪拜，動作虔誠而熟練。佢拜嘅係邊個？佢求嘅係乜？冇人知。但係你望住佢跪喺佛像面前嗰個背影，曾經喺報紙上面寫我沒有，勾引馬稱謂嗰隻手，而家揸住3支香，微微發抖。佢個鼻仲係咁挺，對眼仲係咁靚，但係佢對眼入面嗰種光唔同咗。以前嗰種光係掠奪者嘅光，我要。而家嗰種光係乜？我話你知，嗰種光叫做我怕。佢怕咩？佢怕陳美琪講嘅嗰句說話終於應驗喺自己身上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關山嘅風流係不善，關之琳嘅掠奪係不善。呢個家族嘅血脈裏面流住嘅唔止係血，流住嘅係債，一筆又一筆，一代傳一代。關山欠落張冰誓嘅，關之琳還。關之琳欠落陳美琪嘅邊個還？冇人還，因為關之琳冇下一代，呢個家族嘅業力斷喺佢呢度。你話呢個係咒咒定係解脫？伙計斟茶，我話你知，兩樣都係天光嗰陣。地利根德閣望出去嘅維港係灰藍色嘅，舊鎖住海面。3間法黎銀行嘅霓虹燈啱啱熄晒，天就快光，但係未光透。呢個時候最靜，佢起身，着住件灰色運動衫，對腳踩住對舊波鞋，牽住2隻柴犬落街。晨運嘅師奶見到佢點個頭，叫一聲關小姐，佢笑一笑，笑得好淡，淡到好似杯沖咗3次嘅茶。以前佢笑一笑值100萬拍廣告行紅地提見記者，佢個笑容係錢嚟噶。而家佢笑，淨係因為對面個人同佢點頭。佢行得好慢，慢到2隻狗要等佢。以前佢行路有風，高踭鞋篤篤篤，3步變2步，邊個都追唔上。而家佢對膝頭有啲痛，醫生話骨膠原流失，要補日6億身家，買唔翻一啖青春，但買得到一支日片。呢個就係世界翻到屋企，沖涼食早餐，一份麥皮2片多士，冇糖冇牛油。佢坐喺張6人餐台前面。得佢一個，以前張台坐滿人，造型師、經理人、記者、朋友、男人，而家得返佢一個同2隻喺腳邊等食嘅狗。佢一邊食一邊望住窗外面個海開始藍翻，有船行過，拖住一條白色嘅浪尾。記者問佢：你而家每日做啲乜？佢話做運動同狗玩睇電視。記者再問悶唔悶？佢停咗3秒，然後話：我覺得咁樣好舒服。但係你望真啲佢對眼，你知佢講大話。舒服嘅人唔會成日望住個海，望海嘅人個心入面有浪。佢望住嗰片海，望到出神，望到2隻狗喺佢腳邊瞓着咗都唔知。佢望住船行過，望住天變暗，望住對面岸啲燈一撳一撳着起嚟。佢望住嘅其實唔係海，係時間，係啲留唔住、追唔翻、改唔到嘅時間。有次訪問，主持問得好直：關小姐，你後生嗰陣做咗好多錯事，你後唔後悔？成個廠淨晒燈光打住佢塊面。高清鏡頭，61歲冇路鏡，佢頸上面嘅紋、眼尾嘅斑髮、棱紋兩邊嘅粒，全部冇所遁形。佢望住主持，望住鏡頭，望住鏡頭後面幾廿個工作人員，然後佢笑咗一下。呢個笑唔同以前，以前佢笑係武器，而家佢笑係盾牌。佢話：我唔會講後悔，我做錯嘅嘢我認，我傷害過嘅人我知，但係後悔呢2個字太輕啦，後悔解決唔到任何嘢，我選擇找數找數。呢2個字好重，重過佢手上任何一隻卡地亞鑽戒。佢講嘅找數，找嘅係乜嘢數？找嘅係19歲嗰年關埋道門唔聽，老校勸告嘅數；找嘅係23歲嗰年打嗰個電話俾陳美琪嘅數。
找嘅係用美貌做通行證，用掠奪做生存法則，用征服證明自己存在嘅數。呢張單好長，長到要用後半世嚟還，但係佢講得出找數兩個字，至少代表佢睇清咗張單上面寫乜嘢。佢而家間屋有樣嘢，從來冇記者影到，飯廳幅牆上面掛住一幅相，黑白相邊角發黃，一個着住旗袍嘅女人攬住一個剪孖辮嘅女仔，兩個都笑得好開心。個女人係張冰世，個女仔係關家，為影呢幅相嘅人係關山。嗰陣佢仲係一個好老公，好老口，仲未識得夜，唔歸家，仲未識得令老婆喊到冇聲出。關之琳有時食下飯會擘大對眼望住幅相，望好耐，望到對眼有啲模糊。佢後生嗰陣好憎老后，憎到改埋個名，唔要個家字。但係佢60歲之後開始明白一樣嘢，老后都係受害者嚟㗎，老后都係俾自己嘅慾望食咗。老后都係想愛，但係唔識得愛。老后都係一個砌唔返完整自己嘅人。佢有一日對住幅相講：老后，我同你一樣。呢句說話佢用咗61年先講得出口。你話佢慘，你話佢抵死，你話佢活該，我話你知呢個世界冇人係抵死噶，每一個人都係自己業力嘅產物。關濟林行過嘅路，父母鬧交嘅深夜，影帝老口跪地嘅門口，大樓送過嘅嗰張大床，呢啲路一步一步帶佢去到呢間靜過教堂嘅6億豪宅。佢而家話願意為錯誤找數。找數呢兩個字好重好重，代表佢終於睇清楚嗰張因果欠單上面寫緊乜嘢。佢每日晨運見到師奶點頭微笑，日子平淡到好似蒸餾水。呢種平淡其實就係一種修行。易經坤卦有句話：安談之吉，應地無疆。安談就係安住當下，談定本心。關之琳爭咗成世人，爭到名利雙收，最後先發現最想要嘅嗰個家，原來係要自己俾自己。各位唔好淨係睇女神嘅戲，要睇穿女神嘅命。美貌係天借俾你嘅，錢係地借俾你嘅，唯獨你呢粒心係你自己嘅。公主除低咗個假面具，面上泄露咗半世。呢份找數就係佢最後嘅尊嚴。維港對面，天開始光，還清晒啲數，新嘅一日先至可以真正開始安踏之吉，不負此生。